Insta 360 Flow 2套裝開箱，我呢個係套裝連埋個 AI Tracker 嘅，包裝正面、側面、背面、側面，掀起、拉開，寫住 What will you capture？ 抽起有一大劈嘢，包裝個蓋裏邊有 set up 指南，撕開 Flow 2主體嘅包裝，攞出嚟就見到隻 Flow 2嘅主體，另外一個就係個磁吸手機夾，抽出嚟呢批嘢嘅另外一邊有拍攝姿態介紹，揭起首先係 pack 顏色好 sharp 嘅 set up guide，設計得幾型嘅，跟住就一 pack 說明書、快速入門指南、安全概要、貼紙、保修卡、AI Tracker 說明書，跟住就係保護袋咁樣嘅 AI Tracker。之前我有篇介紹過，大家都見慣見熟，條一邊 USB-C 另一邊 USB-A 嘅充電線，裏面就有咁多嘢啦。一邊睇下啲貼紙寫埋一邊撕開佢咧，呢一張咧就話俾你聽開關掣喺呢度，哇都幾緊啊！第二張話俾你知 NFC sensor 喺呢度，又撕得。第三張寫裝磁吸手機夾要對住呢個卡口位，呢張要圍住嚟撕嘅，撕。第四張提你要用保護袋包住個 Flow 2，如果唔係就有機會染色上去，又係要轉住嚟撕嘅。第五張喺磁吸手機夾上邊話俾你聽手機鏡頭對住呢邊，呢度啦。最後一張喺個 AI Tracker 上邊嘅，話長期使用之後咧唔好接觸呢個金屬區域，我估係講緊 USB-C 頭啩，搣得搣。今日你就見到。